家家有好食，马莎狗家来主食。大家好，我係 Zavi。大家好，我係欣欣。9日9，9月18哦。99乘法表啊，93、27、 94、36、95。不是啦，不是啦，你有心梗是不是？要搞生意，还要弄個搞9圈。唔係，我啷講吼？嘿，因為啊，什麼嘢就聲音都得減皮，減皮係做乜嘅？損熱量。人一種我們在炒狗。你還要減按車，你要逼死誰啊？逼死你啊！我還好。1200卡，哈，葡萄一張呢就5卡，人一種我們在是炒狗13張，韓國生菜100卡，還有嗎？趙心挑是所在讚賞10批97、56。那中共，你看那算不錯，97多少？63。然後有賞識，數目字不代表什麼。哦，吃東西要吃對，不管是對的時間，對的食物，超嘛。你講兩個當然地啊，我講個啷講，身為一個女主持人，上時候是下豆的，就會講調皮，就會想講啊，我的衣服穿不下。你扭一下你的水蛇腰，讓大家看看。來呀，預備，怎麼扭啊？你還等音？其實我才有水蛇腰，我就是吃對了。哦，你怎麼會吃對？當然，因為我有很棒的營養師。哎呦，來嗆佢出來弄給食，某一天酸了啦，好嗎？好，分享呢，翠麗兒營養師鄧雨茹，聽意義 ，Hello，你好，你們好，來握個手。人家說結婚前、生孩子前後都非常的有福氣，走吧，我要去簽樂透。哎，先恭喜你哦！謝謝。那沈夢瑩，她好像講結中腰嘞，她現在懷孕，我還要請她來特地告訴你，不一定要算熱量，知道嗎？對，吃對東西比較重要，食物種類均衡比較重要。提出的最後的證明，你有沒有講？一般來講，你看她懷孕幾個月了5個多，5張兩月咯。你看她，手腳臉都是瘦的，那就是她吃對了。超毛哈，弄太嘎咩容易解釋一下，中忙來家一直容易講，不一定算熱量是正確，而怎麼樣吃對食物？因為其實我覺得食物的種類，因為每種食物的營養素都不相同，那所以如果你的食物種類都攝取選擇是正確的，基本上你的然後烹調方式也都選擇正確的烹調方式，原則上熱量攝取不會太誇張啦。除非你都喜歡吃油炸品，那你當然很容易超標；喜歡吃甜食，那很容易就超標。對啊，都說到你了，所以你算那個沒有用啊。念了很安用。顧少講根本你沒順下來搞太高，我們先把觀念導正，導正以後，都要請來那營養師來做一套正確的料理，怎麼樣攝取重要的熱量，然後怎麼樣在這個做菜的順序中找到食物真正可以提供給我們最好的能量，對，好不好？好，先來講，第一套菜你來做乜嘅？那我們要來第一道呢，這個名字很特別，叫做六合真春。等下，來唱民歌哎哈，民歌手出身了。我聽過美雪真春，我沒有聽過六合真春，我聽過六合夜市。沒事，恭喜，你幹嘛把我的講掉了？是啊，那再一次，我聽過六合什麼夜市？對，哎，做對吧？顧少講六合真春係乜意思？六合真春哈，六合代表的是和合的意思啦，哈，那和合，對，代表一個和合的意思。所以顧少講它有一些組成的成分，對不對？對。所以第一道菜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什麼？我們要來做蒸肉丸子。哦，嘿，我記得我媽凍崩盤。對，就是蒸肉丸子的時候，走的是龍門。我那是單槍哦，做營養師以後，你就會發現講啊，一直吃肉唔係辦法。嘿，對。顧少講六合該啱按你來嘅，生肉而是搶出來。對。好，開始來做。那我們現在先來把這鴨泡出來先來切。你要叫佢聲音呢？然後一隻會有一隻會2歲啦，然後1歲9個月。哦，1歲9個月。係。嘟嘟嗬，安尼2個星嘅要盤嗬。係啊，要後要盤做得了啊。
跟营养师让自己又怀孕，像有的东西你会忌讳嘛？比如有的做得吃，有的做不得吃嘞。冇哈。冇诶，其实像咖啡一定是总不得吃嘛，有咖啡因那种。还有该酒一定总不得吃，其他其实。在感觉上做得是的，啊，本来该到油炸东西，通过啊，该本来该什么，你就没在吃，冇买个吃啦，所以其实好像还好。有啦，抗牙皮就低啦。那就是我觉得营养师他有一个，你懂基本的，因为来配音嘛，懂可以做营养师哎。因为膝盖感觉头票准呐。对啊。古时候张龙英讲讲，其实某一天要算热量，就吃对东西，吃对时间。对，吃对东西是做东西好重要啊。好，强强哦，弄完你个泡菜哈，细个的哈。啊，细好切到幼幼，嘿。那就差不多咯。好，麻烦一下。先。对，嘿，做得。跟你本来读的係乜嘅？本来就念营养，相关的科系啦，是好事啦，因为是健康，所以好，好，三下来切乜嘅？好，那接下来把这个香菇挑，攞去切睇咯。哦，香菇挑哈，其实未做得那嘞。做得。煮汤啊，哈。阿摩是平底部，等下做。攞去切肉向下平落去。平落去未做得。跟你自己以前有想過你要做營養師的好嗎？譬如講有的人要去做研究啊，有的人會去做生技啊，你有冇特別去做營養師？本來想去考藥劑師來的嘛，不過成績沒有那麼好。因為營養藥師的分數還是比較高，所以該動師是想阿摩做營養師沒動好啊。係啊，對自己好，對屋企人咪好。係啊，健康都顧得到咧。係啊，大家通常嘅健康吼。好，跟人哋香菇底條維持口感，人哋切安尼是差唔多嘅哈。好，該兩片咧水滾咧，炝發出來。炝發出來就在先頭。不要油嘛？不是哈。直接就是不要好。你按切6隻出去哈。嘿，也切到碎碎，然後等下用到該肉啲過去。好，安尼差唔多咧。好，維持它的口感哈。好，蒜頭要切嘛？愛。好。蒜頭可以提味。對。蒜頭一天要冰的啊，那這種細時間吃點肉一天要冰蒜頭。中馬該同佢去蒜頭。其實蒜頭也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物質。對。來大擺都教當到媽媽講，有人唔敢食咧，有當到方法。譬如講，你下幾隻蒜頭沒好，也係講切好以後，你放微波爐去，它會把那個嗆辣味道出去。也係講你拿來用烤的，你把港腔馬鈴薯，那個口感也不錯。哎，口感不錯，又不會有那個嗆的味道，但是又有它營養價值存在。對。等一下你要泡冰水嗎？不用哈。好，來滴。好，你下切好誒哈。好。你下你出來把它們 mix 開開哈。那先冰嘛該。先冰豬肉。豬肉。哎，豬肉先冰。因為你要是營養，還是有健康的熱量。比如說講老師誒，他個係炒肉，炒的豬肉。好，黏黏啊，本體有一點點出筋，會有口感哈。生下來冰，加切好的泡菜。我覺得啊，客家的這道菜好像一定就是要這樣用手去抓它哈，而去卡底啊。本體運動一下。等下肉去食起來好好食，好有口感啊。好，沙律咧冰嘛該。沙律咧冰酸條米。好。酸條米冰下去，芎藥哦，均勻混合一下。好，香菇底條加切到幼幼的，維持一點點口感哈。增加一點纖維量。是。好，跟住沙律冰嘛，我哋幫忙。來調味料。好。該。你係醬油膏。對，醬油膏。冰幾多？一般之後呢？一般。誰同時？好。高一些。好，1匙半哈。醬油膏呢有甜味。
还有该酒。哦，酒。去腥味。哦。啊，不用去动，来先停停的停哈。好。好。你唔好停，不用太多，要出水哦。太多。有好，胡椒粉。胡椒粉，看水银呐，哈。嘿。哎，不用几多。好，安尼。安尼哈。嘿。差不多半汤匙。好。调味自己随性。嘿。你要加水吗？一点点。我朋友啊，伊妈妈要煮菜啊，对于白珠梦来讲，有一个我要勾芡呢。我说然后呢？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勾芡？我说不是用太白粉、玉米粉吗？对呀。不是，我说那你怎么弄？他说我就加热水进去，它就勾芡。你错，一定要加冷水。大小，我想说怎么可能？他说我没办法勾芡呢，我倒不出来。我说怎么可能倒不出来呢？有经验跟没经验。真严哈，好起来哈。好来，好，然后也在牛呆模型。好哦，牛呆模型来哦。牛呆模型。你看呐，营养师出来呢，酸芹柱哈，一个一个大小，不会太大。嘿。啊，我会不会弄太多水？做得啦，做得啦。好。加点一点点的哈，两个啊，用等下做得腌定，好，你做得啦哈，好腌定，好腌定啊。哦，龙肉不用上去。哎，老师跟我喺讲，我好食苦瓜诶，不用苦瓜，嘿，咩做得啦？啊，用一沙好拄好啦，冇用你做该番茄咪做得啦？哦，tomato嘛做得，tomato咪做得。先生爱做得甜做嘛？好啊，你让爱甜熟。然后一沙一扎，我看大家煮好，系啊，煮好。安尼通常不用落去爱整几久？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啦哈，所以你看做它太早，差不多要15分钟。对，做大太早表示差不多。嘟好呢。系啊，它会嘟哈。做得做，好可爱哦。做得高太早掉该肉，做它按当肉。系啊。好，也有好6隻哈，哦，社長在這補哈。係啊，都補下，到佢做好太早掉。哦。這樣好食的包啊。真緊哈。當媽媽就是不一樣，想的比較多。這樣細人的心包呢，我見超人麻煩。好，6隻做好哈。好，我給打開來，來。好來。好，不用上去。好，水滾住咗咧。係。一隻不用上去。等下是凍醬。生意哦，要食哦哈。好，老師就龍太甲講一下，要整差唔多幾久？要整差唔多15分鐘。15分鐘整來咯。你要看，你用眼之後嘛，不要走開。哇，15分鐘過後係按醬吼，我啲名意思誒。假唔講肉要較大條誒，唔會叫佢叫。會。吼。要好叫在去，好細粒嘅吼。叫香菇咩較細粒嘅？為叫佢出水啊，所以該水母咧是。哇。好看，好照啊。看到肉性紅，該就會當成撈啲甜水。不用下去哈。不用，嘿。好。不用。我們來擺盤了哈。好。哇，以前細時節，阿婆掠到當種冇標香菇哈，有出當水標啲不多啊。以前我媽媽是一隻煲個，一隻是幾隻啊？食出來熱，一家熱哈，係啊，一家熱啦。再把加湯好嘅搶出來，用方便做飯。他特別咧講，老師啲濕菜時節已經做正嘛，就冇不用油。咩冇用油？冇不用油吼，因為時候，因為該本來煮肉是有油的啦，用是食物的原味啊，係啊，然後還講強調要是食物的原味，還有原型，係啊，我是按多調味料，哇，那個連湯汁咪湯汁都要淋上去嗎？用好香，好一啲啲咧，淋到菜蛋白，菜味有好有味道，好。好嘞，來，榴蓮哈，我們泰嘎講，我們漂亮的營養師要搶的泰嘎式的黑馬蓋六合真春。
用1:1，你这个油落去面该大，这样我们养多个，哇，这样子做麻糬哦。系啊，大概烹变吼，又这样照，又是都在饭呢，都在饭都要好特别哦。平时都在嘞，里面要放那个橄榄，这个用到油上会黏，很会黏。哎，你帮我试试看那个边边是怎么味道？这个吗？哎，来100块安阳品周期吧。来咯，来去六合夜市美雪争春。六合争春，试一下味道。好啊。懂厉害，你咬的时间个香菇啊，不吃那个汤汁，好好吃哦。嘿，我们来铺出来冻香。因为切到香肉，所以它咬的都该脆脆，还口感纤维的那个味道。还有刚才不用跟香菇头啊，真你不要倒好，里面就是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感。哎，它是都它每个些是加酱巴菜。哦，好好吃哦，那个酸尿的感觉。那个酸酸的。那个哈，对嘿。凉拌吼，可能系营养师特别走出来，是来特别给按性。而且你看我们3个，去讲。六合争春。今边有特别想法，啥了爱嘛干66长。什么？99乘法表啊，66、36、37、21。依依很害怕我会问你，对不对？好，那再一次哦。99乘法表啊，66、36、77、49。你以为我会问37，对不对？开玩笑啊，两人就是神经片啊，神经片生养出来有好。我越来越健康。哦，开玩笑。复原。好，讲到66会复原。很好。讲到66哈，66一定又比六合还要更上一层楼哎。不管应该不管黑做菜的技术也好，或者是菜的精细度一定更高。跟俺们讲完都给搞来做好吗？好，叫做66长生。来，66重生呐哈！哎，你刚刚搞66、36啊哈，88、64，非常好。还好数学72。我怎么会一直想玩这个？66长生嘛，个意思，人刚刚某公公列他这样来讲哈，66长生。改说一下，66长生哦，长生代表是我们等一下会用到那个长生果。长生果是什么？花生，长生果。为什么它叫长生果？我们花生里面其实含有一些很丰富的维生素 E， 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物质，所以就是可能这样有代表长生的意思了。对，现在心血管疾病的人很多，那所以其实维生素 E 是有保护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就是抗氧化的功能，所以现在有建议就是要多吃一份坚果类，也是因为这样。刚谈起了66，运动就这个意思咯。66哦。就因为你等一下做完后，我们再去调豆。因为刚才花生粉也是油脂嘛，等一下做6扎，好，大家一扎又够吃就好。6扎嘛该？6扎，7、8。原来我想说要吃6颗花生米，那也太累了吧？就6颗，我们一个人才可以吃2颗。然后还7、8，不过7、8都麻烦呢，你用嘛该方法做？等一下看出底。哎呦，果然是营养师。等下看出底，给大家给来做哈。等下来做哈。嘿，你看7、8要用慢做。好，鲜奶跟那个糯米粉用1:1。1:1。好，1:1啊，用是做的。好，那开始做。好，先做嘛该。来老鸭。粉先倒入去。好。所以你片嘅粉係梗係杯幾多杯？2杯。2杯。係，今日做2杯，係做2杯。好。這個。一下雞呀牛奶。就咪係2杯咯。2杯。那總本聲音是應該是用全脂奶的。那家裡如果是有老人家，其實你選低脂奶也是可以。或者脫脂。嘿，對。脫脂。對。用水未做得啦，用開水未做得，啱夠是好摸按香，也是好香啊。我啲100塊按用型做7、8。係啊，咁這片。按7、8又該用牛奶吼，香梅。係又該鈣質。係。然後人吼，該牛奶是好少的吼，然後鈣質好缺乏。
好，拌均匀，然后就可以锅子来给它开火。好不用油嘛？一点点油，落去面该带，一点点就好了，对不对？会粘木啦，粘木开锅子呢，其实不会粘木是。所以我们怕慢刀哈，一点点，你要插在纸上。哦，做的。放做的啦。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哦，那你出啦，勾一下就好了，勾一下。这样我们粘木的，这样子做麻糬哦。哎呀。哦，不用下去。哦，安尼倒落去嘞。好，安样是好嘞。好。好。不用下去用细火。细火。大概碰边吼，有点燥夹。又是做在饭的时候，饭就是好特别哦。平时做的嘞。人家都含无调味吼。唔是啊，等下又该弄糖粉啊，就像平时是7条粉，嘿，像平常是7、8，因为吼毛贝也下7、8通，地贝通又爆该料。哦，譬如讲包凤条、包铁条啊，包乜个6条的啊。啊，唔过因客家鱼是啊种。铁条粉，客家鱼是铁条粉啊。当上阿婆吼。嘿，当上。系啊，一千只冻好，又狗接来时间，我卡7架尾。嘿，7架做。7架做，系啊，是冻好。7架炖哈，7架炖7、8。除了用糯米粉，杭州得用马盖。其实糯米粉是最好的吧，因为它要米，它要有那个粘性 Q 度。哦，你看到了哈。哎，它开始有点起泡，有没有？有点像日式麻糬干。你带有没有去烤过日式麻糬？有。对。哦，还蛮做的哈。差不多。哦，差不多了。哎，哇，好酷哦！哎，好酷哦！哦，古时候讲一定要不用一滴滴的油哈。嘿，冇会粘带。该带会粘哦。上阿婆上不开始直接伫园林转做的嘛。对啊，7架是走在走点心吗？哎，这个好厉害哦。对啊，这样子就可以。那吃到给点的地方一天没等后生。可以关火了。好，火关系了。嘿，哇，7、8。我们把这个里面要放那个橄榄，地板用到油上会粘，嘿，会粘。那。不用去倒。好倒掉，该冇等下粘倒是麻烦的。按照的嘛。好倒掉，好。好。唔拉个拢来讲。好。好特别哦。哎呀，在家也可以做麻糬，有没有？像以前那么辛苦。真的。因为我们是用橄榄油哈，是用比较健康的油的方式。对。其实某像以前。譬如讲，你要去7、8会弄到手，现在没有哎，我们都完全手是干。这样子冻点蛋，好。为什么？小心一点哦，你要不要戴手套？哦。等一下。我拿一下。好。这个好不好？哦，可以，好哦。安尼哈，落落少少。香少。安尼哈，好。上落来。好，不用下去。你帮我试吃看那个边边是怎么味道？这个吗？或是那个焦的地方？越高啊！还唔讲谁哦？你们讲谁吗？你有练过铁砂掌啊？怎么样，好烫！很烫。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当然啦，佢冇黏，唔過佢係有食到嘅7、8嘅感覺，韓國佢有點牛奶嘅香味。會黏牙齒嗎？目前為止還唔會。哦 ，OK。但係唔會凍黏啊。係唔會。那你的假牙就不會掉下來。啊，我沒有裝假牙。那很好。對，因為沒有錢裝。你很煩，這還不錯，我們就多賺點錢哈。好，中央哈，一個方法就中央愛比切要有那個，就是有那個韌性。對，這樣會比較又好 Q 啊，因為客家人起來本來是好 Q 啊嘛。有種做法是冇按 Q， 你是到去切啊，是又好又該 Q 度啊。哦。切要用白去。其實就看你自己，看你切架，你切好 Q， 有時間好到時再切好 Q。跟你說，不用再切，然後你要調，然後該粉是切架上的調味道切架用啊。好來啊。是幾添切架來嘅，用半添切架渣啊。跟你切對冇幫嚟調，我要調當調。
好，你弄来讲好嘞。好，几汤匙？不然先用2比1好了。黄金比例。先用试试看2比1，看有没有味道。好。这样。1、2。好。1、1得。2。哎，他是一直在考我们数學就對。當然啦，拜託地喂。哎，油夠唔夠咯？哎，就給它混一混就好了。好，那這個就可以放下來。放下來。因為我們要不要給它拌好之後再來？你說，因為我要把它做成一顆，把它弄成一顆。所以你要先倒進來嗎？對呀。好，你怕粘住，對不對？對呀。好，啊你拉冇？可能好像唔拉哈。唔拉。揸過來。係，揸過來。一條條洞向，真係咯。我知道吼，一家種的啊，迄講一家草啊，一家毛的，可能係那向吼。真嘅。既然起碼你一家做了份，這樣做冇乜問題啦。對啊。哦。大不了就先回鄉跟媽媽說你要吃條粉。好。好。那你看拉嘛。那我們來給它放進去拌一下。哇，这很烫，你的手套很烫。对啊，因为真的很烫，刚起够吗？好像不太够哦。可能要再一些。我小时候很爱动探性，因為而家提條洞向，愛用動探性用動。哎，唔講我真係轉到客家種嘅啦。有吼。有。然後要識到從客家7、8。有。那個啊，現在綜合就會開始煎呢。哎，昨天先煎。來弄邊煎長了。來弄順啲。好，好來煎啊。好。然後講7、8最下面嘅地方係乜嘅？佢煎吼一定要水色，因為水色啊，這樣唔會濕透。黑講冇水色法，說一直加糖分。對，沒錯。那是細家子都在學的，我昨天先學啊。那要磨啦，我們一起吃。金煎金魚就太太啦哈，分太大款，其他我來煨粉好冇？好啊。好，金煎就金感覺到時候都苗紅哎。真奇。你下金豆兒就該板韌感韌。沒有，那你可以唱一點山歌啊，來快點。啊，不是那個坐轎嗎？大隻有冇？哎呦，小心你看。廟會的時候很浪費耶。廟會的時候好像也會，對不對？對。好，睇香港啊，唔拉條，而係上係食折尾特調，知唔知啊？折尾特調。好，掉起來咯。好。嘿，同大家講，有一隻當好糖嘅名，你聽下嚟什麼嘅？66長生。泡的方式，给煮肉哈，煮唔會太老，哎，唔好太肉。嗰年菜炒到有香味出來哈，用不用個因為發酵的料，不用下去，別滾，它給筍米出來，好，可以讓它提香。哦，花椒油可能辣油哈，能提不出來。給它讓它再一次的有新的味道的層次的呈現哈。哇，這太厲害了。66長生哈，不要說我欺負你們，我們先吃了再讓你考我。明明就是你自己很想趕快吃。花生香很重。哦，那另外是，他老師講當成日式麻糬，好，感覺那負擔感好像沒有那麼重，然後它比較清新一點，適合去海內像下改起拔啦，你比較出花生的味道，係啊，出阿婆的米絲啊，係啊，就是就會凍結你後生人吼，唔
唔晓得用办做嘅7班用办做些就安做，更简单。我看着在走。嘿，来呛营养师出来，有没有交流一下？营养师等有，个人也很营养。我介绍一位吼，重量级的厨师。不过呢，去改食材技师房。我觉得是又营养啦，很好，分享出来。因为其他走改嘛，来帮 Andy 营养师一起来交流一下他的料理，好吗？好 ，Andy 凤阳来总业务主厨，体乐活主厨哈，主厨好，主厨好。哎呀，你看，他的笑容就是100分，对，有没有？然后营养满满。龙年笑容通用，介绍一下你的营养师这个怀孕5个月了还能他给介绍，都嘛是为了营一直在那边算热量，我就只好把人来算了哈。哎，主厨以后哦，哎，基本上看到6合增春，66长生，看他技巧有厉害嘛，按你做来做起吧，嘿啊，米西有毛病，给哎主厨哎用乜嘢嘢菜来弄哎那营养师交流。今日咧我做个川味锅。川味锅。等下，来龙讲，营养师，你家啲大椎骨含讲，哎呀，不要喝太多那个火锅的汤啊，不要吃太多的料。你说要做川味锅，真给他改啦。真的。有健康哦。有。有营养哦。有。有营养算得出来热量哦。OK， 没问题。有气态嘛？有哈，来川味锅。川味。哇，主厨你笑起来我就没有办法，一直要问你问题的。来讲哈，刚才我营养师讲到锅，我就会觉得热量高，对不对？可是你的营养师头前做川味锅，我要讲呢。因为我要不要做川味锅结合系呢客家的酸果里菜。搭配系呢川味的辣。这吃起来是把辣唔会太辣，我下呢顺果里菜顺味出来。我第100食嘅麻辣锅的时间，我人生第100食，给师傅做拢来讲，先生，你如果很怕辣的话，你就准备1碗醋，因为酸可以中和那个辣。古时候讲辣咧，你做嘛讲，你1碗吃。来温来吃，其实有保留那个辣的香味，但是却不辣，超嘛。古时候讲笋狗里菜黏厉害了，我们客家笋狗里菜当厉害。好，那其实那个酸是很天然的酸，因为可以平衡我们身体的酸碱值。另外，这个辣呢，我们煮的辣有香味，当然辣当葱油咯。像师傅介绍下，今日准备煮的笋狗里菜蒜以外，人家辣在哪味啦？咱呢，也在超商传统的市场买得到豆浆。豆浆。豆浆。也呢，红色呢，那系呢灯笼椒。哇，那辣度很高哎。唔会，也是可能不是魔鬼椒。咩，可能迄落好辣，唔过唔会。也强色呢，泡椒。泡椒，也系呢超市传统市场仲买得到，红片。所以你到2种来叫加强下。系两个准备2个加强下。你买的话冇用，有水果呢，家庭式的水果呢，请好买。准备五花梅花肉。梅花肉，你系牛呀猪肉？猪肉，系猪肉。因为青岛人冇得吃牛肉。系咧，上果里菜我会先切。一生你果里菜自家做的，自家做的，系。上果里菜做起来公司会当麻烦。唔会。我自家可以用熱條細個。熱條細。你切好，唔好切得太細開。而且它太起條。因為講煮會綿。好。泡椒。泡椒，也腌制的。老師，我問哦，個泡椒用乜嘅泡？用人哋睇那杯嗬，人家台灣買唔到，見你工廠嗬會睇那杯國外進口，然後自己泡。因為你有上次是傳統，特別意大利餐廳，佢會貴昂嘅，佢會貴昂嘅變成那個裝飾嘛，很多泡椒。
那就安尼，像安尼，也泡的山椒好啊，调我去切下去啦。好，然後撕到一來後唔會辣，會香，會香，主要香味。我試過最好食的泡椒的 Okinawa，係叫麥西乾呢，哇，那個好香哦。好，來切開。咁樣切幼幼的哈，幼幼的。好，好，安尼切的部分如何呀？切部分好，中皮的話也好，差唔多哈，一茶匙的量。好。差不多，準一茶匙。當然啦，你想要食它香啲，也係講整件較辣啲，你就不用它多。係，冇錯。哎呀，呢量啊，都切咧吼，量嘅係燈籠椒，差唔多6、7咧吼，6、7條泡上。切過嘅哦，湯汁放喺下去。放喺下去，係。好，沙來標嘛該？沙來標10塊糖。糖。係。餅糖哈。餅糖係，啲啲糖。還有呢？還有。鹽巴。鹽，一啲啲咧哦。一啲啲咧好。提味道。還有嘛該？酸甜。酸條米。酸條米。酸甜米。放下去嘅。安尼。哦。主廚，所以你之前有做嘅嘛？你講講量唔辣，要做1碗哈。1碗先做好。你差唔多做得冰結球，係冰冰上嘅花。冰冰上哦，這是冇睇冰冰上。哦，做唔得冰冰上。係，係啊，冰係嗬，保鮮膜。室溫。保鮮膜放嘅，冰定落杯1日，因為那種嗬，我哋冰係要開滅了嗬，讓它自然發酵。那種把它降到最低，讓它發酵。哦，啱係也嗬，佢今日帶來嗬，也發酵好嘅。哦，伊啲冰係硬嘅。哦，難怪色冇用，應該比發酵最重嘅。你發酵一食，有冇？看到哈，媽媽冇強樣哦，你較水哦，發酵過嘅吼較黏，吼香味較冇強樣。可能係按水，有發酵同冇發酵。哦，有黏哦。啊，米絲冇用，留兩平方先。哦，夠香。來，營養師平方先。好香哦。好香。懂順的香，不會嗆人。係。按安尼冇發酵吼，伊辣椒好清強。係咪會嗆人啊？係，食水俾滾嘅吼。好。川燙也好。用好，用泡的方式。哦。因為泡的方式呢，給煮肉哈。煮唔會太肉。唔會太肉，好。好，把攪拌均勻啊，好，關起了蓋子。開起啦。好。我哋翕定。好，那現在呢，安尼呢準備了炒誒。好。爽果里菜。加冰一啲嘅油嘅哈。對。爽果里菜一定要炒過哈。炒過給香味出來，還有鹹味，千萬唔可以汆燙哦，唔可以用水嚟煮過哦，煮過給鹹味哦，不就嘅，不彈嘅咯。所以食起來就柴柴的了哈。炒到有香味出來哈，弄加調嘅料，冰個硬熱發酵嘅料，冰下去，很香，非常香。那是把水滾啊。好。安尼煮差唔多要煮幾久？煮好給滾，啊給筍米出來。好，筍米出來然後好誒，它有讓它提香。哦，它有會提香出來。甘甜味。一茶匙好，然後好誒。我同媽媽講哦，有陣時你去買個酸果里菜，其實你看色，你做底講，係唔係甜鹽呢？哦，係正經冇甜鹽，有啲人講哈，人家食ăn糊咁好食。我諗講正經愛食吼，唔好按拍，係向拍向講，你也反而要擔心啦，吼。好，啊，俾滾咧，滾咧，安尼差唔多啊。好，安尼可以，滾火。安尼可以哦。好。哎，加乜雞？哦，花椒油。花椒哦，自己煉的花椒油哦。花椒油最主要係本身有點麻嘅感覺，去加做的用花椒粒，然後用油把它煸一煸哈。辣油。安尼好。點落去哈，好。安尼做得。安尼做得咧哈，好，先裝起來。
那边安尼。好香哦。花椒油跟辣油吼，这样提不出来。好，哇，好香哦，那个花椒油。你刚泡了8、9分熟的个猪肉，好留起来。哇，放上去。是啊，不用啊。就营养师的角度来看，你总主厨做按用点的方法，除了一解很多想要吃麻辣锅的朋友的这个胃之外，你吃到按哪煮法，对营养师的角度来看有哪些？因为其实它这个调味算。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不会都是吃这么简单啊，对啊，有时候是稍微有一些变化，对啊，没有这么，我觉得没有这么严格，对，来说你这个答案，因为我觉得有赏识哈，就像茵茵有时候她有一阵子减肥减得很瘦，就觉得她好像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可能就害怕自己变胖，其實食東西要正常來食。對，真的。韓國呢性侵愛好啊，上去愛滿足口欲。對。就是身體也不會健康。哦，你要這麼顛覆係嘛？哦。本期嘅米湯 mix 中下。第一項必骨嚟，壓力骨嚟嚇，我哋喺仲喐，冇喐啊，切熟，嚇，邊個係嗬，必壓力骨呢來，一定要調味。哦。因為啲魚仲喐太熟嘅嗬，它沒有辦法融入啲湯汁。哦。給它讓它再一次的有新的味道的層次的呈現哈。按照好，帶上來。好。哇，這太厲害了，太適合我了。這是我的創意菜。你的創意菜。現在目前在飯店還沒有分售。哎呦，哎，嘎嘎與後生一定要搶得先機呀哈！出影不影安呢？來，帶起來，靠近我們，一起來感受一下它的威力。哎，這樣太敢吃的，還蠻該。川味鍋，來呀。安的 It Health Set Tap， 这个辣是我喜欢的，因为短温润，好厉害哦，没有负担呢。还通顺臭的你爱应用是，来肯定是强嘞。哦，那就想讲啊，你就那这个就安心了。有啲糖咧唔連蟹嗬，摸一下連蟹，然後鹹一下。哎，哦，姑手工这真的可以当前菜哎。来，炒米果，四川，哎呦，来，来唔潘的 It Health Set Tap， 这个辣是我喜欢的，因为当温润，最明的个煮饭之前点那个辣油，还有个那个花椒，太重要哎。因为经过熟之后呢，它的那个辣味融在里面以后，它会带一点点的辣，不过香味比辣还多。对，好厉害哦，没有负担呢。哎，我出去真件事啊，你往俺要干点咩头，我一定不敢的，对不对？呢，因为啊，还碰顺臭的你爱应用是，那肯定是强嘞。哦，那就会想讲啊，你就那这个就安心了。有啲糖咧唔連蟹嗬，摸一下連蟹，然後鹹一下。哎，不吞蟹，不会很辣哎。是香的，然后我希望给麻的感觉，而且它那个给酸哈，没讲会呛的酸，它是那种
会顶你的那个食欲的酸。对。哦，菇手讲这真的可以当前菜哎。冻问优改川味锅，加个六合真春跟那个什么66长生，赶快再拿出我要吃。开胃了吗？营养师，你要吃够以后嘞，就营养师搞出来看。因为它也没有再添加太多其他油脂的部分，然后这样子。味道我觉得很顺，就是像我不太吃辣的人，我都觉得味道很刚好。肚肚好，哇，叔叔是不是很厉害？对啊，好棒。德式的韩米西哈，还得有一些回麻回辣，对，一点点。我讲俺们当时的强文应用是啊哈，因为从 Andy 平常是好食来改啊，一些麻辣锅啊，是来改东西啊，用嘛搞 ATP 煮一改提放吗？其实我们一般吃火锅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汤其实不要喝太多啦，或者是稍微尝鲜味道其实是 OK 的，因为毕竟我们一般在外面煮火锅，除非你是用瘦肉，不然其实会煮太多的油脂，还有高普林在里面。其实如果是高普林的人，其实普林比较高的人，我们就不建议他喝太多的汤。还有嘛干什么？其实酱料，我自己很喜欢吃火锅，东西爱吃小火锅也好嘛，我吃的酱料其实才是很真正会让你热量飙高的原因。因为你看大白泰卡医生全部酱料都弄得很多，我没有其实我不管是吃辣的或不辣的，我其实就很简单，我就是一碗醋。我觉得那是最好综合那个辣。对，我觉得是看。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主厨盖？你还冻里回加冻金肉，对啊，这是莫马干孵蛋呢。对啊，对啊。嘿啊，当主厨做当好的地方，煮嘿大摆来接触搞旅的时间，也接触饮食的时间。他的主厨的用心就像营养师一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样嘛，就是做任何事情，你希望他情处得位。譬如讲，营养师设对时间，设对东西；主厨呢，煮对东西，煮对顺序，然后吃对的时间。对，我们吃对的时间。对呀，所以都会很健康。就不要再算了好吗？77。49。哎，乡亲朋友，你还讲99乘法表，某派清楚唔怕，我们可以重新再学习。但是你还设唔出东西，做唔得重来哦，好冇？当然要设好的东西，要看好的食材。爱看好营养师，还有主厨，出爱准时收看，你也加油好噻！欢迎国家来主席。张来亮，我爱夹夹色，77。好，那19，63。19。哦，19得9。你说79啊？因为当放是做在那度呀节目啊，吼因为做在本来是客家人做泡菜该。煮牛该是还有该7、8时回味家乡味，因为家都云林是好少许都也掉菜。因为应该川味锅吼，每让爱冻放一瓶吼，因为冻经验啊，冻少吃到辣是这么舒服的口感。